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九拜四下午嘅客家清新闻，我係陳建州。今日呢有談講有一啲台視，他也好上嘅確診呢。假使呢一啲消息係真件呢，一啲台視他總共就幾件有兩位好上嘅確診呢，未幾件太多嘅全告愛來停開標準。針對安尼問題，台視他告狀啲下晝3點嘅時節，會親身出來開記者會同大家來做說明。還有針對100疫情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等等就係開始，來歡迎一下現場嘅情形。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是新增1例的本土案例，那这是为本来322案的接触者同住的亲友嘛寝室那这一位是案32在同寝室的室友那现在是没有症状，那位322确诊后列为接触者。那3月30号进行居家隔离，4月6号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那今日确诊。那所以在这个案子本起的群聚那牵涉比较多那我们掌握接触者448人，那采检24人其中1人阳性就刚刚讲的这380的案子。那20人为阴性，那30人还在检验中。那此外，卫生单位已针对322及380的校园及宿舍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那该校各系所自4月6日至4月17日，会采行远距授课。那整体在我们的案件国内到今天总共是380人确诊，那80人解除隔离，5人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的治疗大概不到300人。那事实上在整体这几天其实世界的情况还是持续在扩散之中状况也非常的严重。那昨天可以说我稍微看了一下昨天我们超过了8万例的一个死亡，全世界。那比起在 SARS 的时候774人死亡，那 SARS 的时候确诊的时候8096人，我们今天已经有151万人，我想这2天就会超过160万。换句话说，它等于是一个传播的范围已经超过在 SARS 的时候的200倍，那严重度造成死亡的也有100倍。那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那整体的一个死亡率整体的死亡率大概现在也都趋向于将近趋向6全世界。那比较严重的一些区域大概法国有13%，意大利有12.7%，英国11.7%，那还有我们的荷兰10.9%，西班牙9.9%，这些比较大的一些先进的国家都超过了10%的死亡率。SARS 的时候的死亡率全世界是9.65%。那前一段时间在中国整体当然大家觉得它数目字这有一些没有被暴露出来，不过它的死亡率是4.1%。那美国是3.4%，而台湾我们到目前整个医疗体系还很稳健，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我们现在是0.132%。所以整体台湾目前在整个情况死亡率相对的低住院的病人相对稳定当然是因为其他国家死亡率这么高其实一个关键他们都是很进步的一些国家，医疗体系、社会福利各种制度都很好。可是当他的一个确诊的数目超过他的临界点的时候，那其实整个医疗体系就崩溃了。那台湾在这段时间我们努力在做，我们就不希望希望把确诊的人数、整个社区传染的情况、境外移入的能够不要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够在我们的安全范围内，那自然这死亡率就不会变高。
所以看到进步的国家都这样子，那台湾虽然目前情况还好，但是我没有大义的本钱，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尤其我们看到目前来讲，整个的社会安全的距离、口罩，其实在一般的情况还好，但有一些场合，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压力在。所以我们对一些场所要做出特别的一些限制。那是不是请我们次长来宣布一下？好就刚刚如同指挥官所提的啦，我们在这段时间真的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哈。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在3月14、3月19对欧洲还有美国做跟全世界3月19跟全世界做这个入境全面都要居家检疫14天开始。那一阵子其实社会也都一直担心这个一些娱乐场所的部分，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是采取比较是劝说的方式，那也请地方政府来协助，那也陆续有一些店家采取了这个休业的方式哈。不过2周过了啦哈，那也有一些店家也在陆续在复业。那我们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势上面的需要，那我们也今天特别已经也通知了地方政府哈，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那酒店跟舞厅的部分都全面停止营业。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业界一起来共体时艰哈。那社区防疫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在社区防疫的这一端可以做好，所以我们希望业者一定要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些防疫措施哈。那我们也请我们全国22个县市政府一定要务必来配合，因为这涵盖在地方政府上面有经发、卫生、消防、警察公务等等的这个机关都必须要来共同来协助哈。那我们也请上述的业者一定要务必遵守我们这个规定然后，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防疫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要避免人潮的聚集。那我们也长期观察下来，发现这些店家其实这个社交的距离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避免跟阻绝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店家在从即刻开始，那配合整个政府的一个防疫的措施。那除了自即日起酒店、舞厅全面停止营业之外，在室内的相关的娱乐场所，仍然我们会持续的监控。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的来做到我们的社交距离的保持跟戴口罩，那也会相继会祭出一些相关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也请大家来配合。那口罩今天大概也。早上也登记了大概80万左右那我相信今天这个口罩排队的人很多那因为药局我们只是量增加是量片数增加，但是我们能够购买的人次还是维持跟原来一样，所以我相信就项羽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看昨天我们的口罩的一个售出量，我们是应该是396，132万人。但实际购买只有270万人，那可能有一些人会等，就说那今天可能是明天，今天今天这样量比较多，一次来买，所以今天人潮会比较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等个几天，那才去买，免得排队太多。那第4波也多多利用我们的预购制，我们到4月9号中午为止，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增加很多我们大概只有79.6万人次。好，那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部长好，这边想提问有关于 WHO 的问题就是 WHO 多次没有正视台湾要参与的主张，那现在又忽略台湾。先前有主动告诉他们这个疾病传播风险这件事情，那现在也看到这个 WHO 以秘书长的身份说我们对他人身攻击，指我们对他有霸凌同样是照顾国人健康的领导者就是部长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发言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另外之前部长您提到说，
该秘书长的相关发言可能是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影响。那台湾长期来说还是必须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组织，所以近一点来说，我们对于 WHA 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沟通策略，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参加？那近一点的，就是说蔡总统今天也说，可以邀请谭德赛来台湾嘛？那会不会也借这个机会安排口罩国家队，或者是医药、制药国家队，让他了解台湾这方面可以贡献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谢谢。当然哈，那总统都出面来邀请哈他来，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他来，好让他可以看看哈整个的哈一个国家的一个动员跟国家人民的素养，哈怎么样把这样的防疫能够支撑得起来。那其实大家以前常常问，就是说，好有一些 WHO 的哈策略到底是对还错？好，那我们来讲就是说，时间会证明啊。好，我今天就特别稍微看了一下，在1月30号的时候，我们的秘书长哈正式的哈对世界讲，说要求大家不要限制，在1月30号公开说，要求大家不要限制好跟大陆的旅游跟贸易。好，其实大家有机会可以把这句话翻出来哈，这句话也是造成到目前世界其他国家的困境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好，那台湾并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好，我们陆陆续续，好，对于湖北、广东，好，然后温州市、浙江、河南，好，我们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那到2月10号，好，对于整个好在中国回来的，好，我们进行居家检疫。好，如果那时候1月30号大家都听这个话，那我想很多国家都沦陷了哈。所以大家问我说，这样的一个今天讲这个话，好，其实我们对照，我常常讲一句话一句话，未来都会被检视的了。好，时间序上面就慢慢会清楚。那我想，与其有时间来骂台湾哈，不如花一点时间哈向台湾学习了。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2个问题。那第一题想要特别请教一下张教授，那位去京巴黎的台商为什么关了70多天还验不出阴性？那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会一直关到3采阴吗？那这名台商是否是特例？有没有其他的案例也是这样的状况？那他是不是就是代表是无症状的带原者？会不会有传染力？然后也有专家建议说，培养病毒厘清是活是死，也许就能够让他出院。那对此指挥中心有没有一些什么看法？那第二题想要请教说，过去就是确诊以来，但是来源不明的病例，地点大概落在北中南哪些地方？那如果还没有调查完毕，是否能请指挥中心特别调查一下？那等结果出来后，也许能够对外统一说明一下。谢谢。好，有关于我们很早的一个案例，这个到现在，它的痰液里面还是验出有阳性的 PCR 反应哦，这当然是一个最长的一个个案哦。另外一个跟它很类似的个案，在上个礼拜是已经验出3次阴性，已经解除隔离了。所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例的状况。我们所知道的，它有一段时间也是会有一样是又阴又时阴时阳的这样的状况了。那里面也知道说它的 PCR 反应是病毒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那是不是还具有传染力？那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的证实。那从我们其他的个案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到，到后来确实是病毒培养不出来的状况，那只是 PCR 反应还有阳性的状况。那这个个案，因为它的住院时间很长久的后面就我所知是没有刻意去对它再做病毒培养或从其他的病例知道，我们知道到后来大概都培养不出来所以这个目前的，因为我们政策上在专家小组里面还没有改变所以暂时还是保持要3次阴性，我们才让它解除隔离。
那其实大家讲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没有感染源的哈，其实大概到268是3月22号嘛哈。好，那其实在有的话，这个没有感染源的哈，在目前还在调查中的只有4例，那其他基本上都已经过了这样的潜伏期。好，当然有一些必要公布，我们还是会来公布。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刚才有问到我没有回答，就是说我们未来拿什么东西去参加WHA。我想台湾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了哈，我们要凭着实力去了，我们要凭着我们的实力去。部长好，东森新闻想要请教一下，刚刚说酒店跟舞厅的部分，那想请教像夜店的话有算吗？因为夜店可能他们也是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第二个想请教的是，有专家在讨论说，因为从3月19号之后入境的人都是有筛检嘛，可是后续台湾目前还是有几例是本土感染源找不到的部分。那专家在讨论说，是不是有没有针对这些还没找到感染源的本土个案去分析，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或者是台湾的社区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防堵的部分还可以再加强的吗？谢谢。因为我们大概都持续不断在精进整个的疫调跟我们这个电脑相关的一个资讯的一些比对，希望能够及早能够回答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至于夜店，我们这个阶段先针对酒店跟舞厅了哈。那像俗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夜店，像 pub 啊、酒吧等等这些，我们还是不断的呼吁你要在店内还是要做好这个社交距离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列入未来在观察的部分，好，这些业者的部分。那如果确实还是这些店家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社交距离的话，那我们也会做进一步的考虑。好，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过在酒店夜店，但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娱乐的设施里面，我们会来监控它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一个保持。那如果是大部分的都做不到，那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就会予以全部都请他停业。那如果是少部分的个案，那就个案来停。你好，大医电视想要请教，因为现在无症状患者比较多，所以有很多基层的诊所现在就采取只问诊，然后比较没有进行实际的诊疗，所以会导致说有一部分的民众可能都会往医院去求诊。想请教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另外是说，因为先前有公布所谓侵入性检查的指引，希望医师都要佩戴 N95 口罩，但是有基层医师反映说，这个N95 口罩的配发量并不是那么的足够。第二个问题是想要请教有关于刚刚说的酒店的停业有期限吗？谢谢。来，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哈。那不过我们现在是没有定期限哈，整体看着疫情的情况。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大亿的本钱，所以我们这样情况好。可是大家来看看在欧洲或美国的情况，它也是一夕之间就变色了。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好像看起来比较平稳，如果一放松，那什么时候会找到我们？那时候就后悔就来不及了。那至于裁剪的，戴 N95。好，这个说无症状的感染者变得比较多，在我们整个所有证实的个案里面，它的比例一直都是维持的差不多了，没有特别的说提升的状况。那大概都维持在4.几到5%，那是无症状的带病毒者。那我们专家小组先前对于各种医疗照护，应该我们的第一线工作人员要穿着什么样的防护装备，当然都有律定所以都有适当的指引给我们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穿着使用。那这个没错，当我们做很侵入性的处置，特别是在呼吸道的治疗，例如说插管、使用呼吸器这当中那原则上一定都是要比较高规格的防护装备的那至于说 N95 的配发这个我们现在 N95 的配发是
针对诊所的话，是每个医师一个礼拜有3个啊，那隔离也是一个礼拜有三个，每个诊所每个医师啦，每个礼拜有三件。事实上，进来的门诊数如果跟去年相比门诊数是。好家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的警备关于总共增加1例亚基本土感染个案，呼唤医院的确诊个案。关于疫情呢，也看起来呢，同前一波的来比呢，整体有小加动多哦。不过呢，警备增加1例本土感染个案其影响动态哦。最讲1例新增加个案380，其系先前确诊的1例322加复高，强下系咧是有哦。1例322确诊过後呢，1例指揮中心呢就留有統計接觸人，就留下到險氣採檢。前面呢1例按380，雖然講呢佢一下還冇出現相關症頭，不過前面呢還係啲警備確診呢。也認證講台灣示範大學已經有累積2個學生呢確診呢，已經達到嘅全校外停課嘅標準。故中呢指揮中心呢宣布嘅對4月初6到4月17日期間。所有嘅學生呢，家長呢都係用遠距離來上課嘅方式來進行相關嘅課程。然後呢，啲針對關於防疫嘅部分，指揮中心近邊有公布嘅新嘅一個防疫措施，就係講啲籌備嘅時間呢，就有聽講有一個酒店嘅公關人員確診呢。指揮中心就講，雖然講一下呢台灣嘅防疫還係做到3月1號，不過呢就會驚有一個社區傳播嘅風險。故此呢，近邊就宣布嘅對亞裔是關於所有嘅酒店同舞堂一路場所都要求家長總得做成立嘅。講呢，一個指揮中心就認為講，現在一下防疫當重要，希望呢所有業者。拜同所有嘅人來強下愛國去來做好防疫咯。針對壓力部分呢，佢指揮中心揸來慢慢向地方政府呢來進行相關嘅監督，就係外來防疫到人卡多所在，可能呢會造成防疫嘅問題。還有像其他像係 KTV 啊相關嘅娛樂場所，雖然講一下呢還冇相關嘅禁止措施，不過呢指揮中心還係同大家來強調哦，假使講相關嘅娛樂場所地幅度。冇辦法來保持一天的社交距離，而大家呢冇辦法照規矩來帶罪咩，下來呢可能慢慢有相關的管制措施。今日近邊同大家整理嘅會議重點，繼續來看現場情形。傳聞啦哈，那不過酒店我剛才講過，就相關的酒店舞廳，事實上我們看起來是風險非常高，所以整體要求他們要來停業。那至於相關的人，我們就不予證實。你好，報道者提問，想請教一下，因為之前也有提過說，現在很多個案都是在檢疫，就是被檢疫者傳染。那之前指揮中心是建議說可以選擇去防疫旅館，不過還是會有蠻多檢疫者是選擇待在家。那針對待在家同住的這些家人，是否需要自主健康管理？那如果他們的家人在外工作或是上課，有沒有建議的防護措施？那第二個想要請教說，以之前那個365那個幼兒跟那個爺爺奶奶就是一家感染的例子，像這樣指揮中心對於確診的個案，還有他們就是檢疫範圍的標準，就像這一起群聚案的匡列的對象是指到他們的接觸者而已，還是說接觸者的家人也會一起匡列？那也想請教一下張教授，就是目前就是確診的病患中，腹瀉跟嗅味覺異常的人數，現在有統整嗎？謝謝。有關居家檢疫，那後來這個家人有感染，目前知道就是有3位了啊，就3起啊。那您剛剛講的就是有關就是那個家庭群聚，就是說先生傳給這個太太，太太再給孫子。那這個其實它並不是居家檢疫所造成，它是在居家檢，它是大概是比較早期從美國回來。然後那時候他並沒有做居家檢疫啊，所以大概區分先這樣子啊。那至於說有關這個居家檢疫跟家人啊，我們當然就是說鼓勵說，當然是可以跟家人住，只是說
就是要跟家人住的话，那可能就是必须要知道说要随时要戴口罩，那保持这个至少1.5公尺的距离。那另外就是不要共食啊。那如果有使用预测，那这个也要做消毒。那再来就是说目前其实我们有规划，就是如果有居家检疫的人要去做防疫旅馆，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还有一些其他县市，他们是说让这个家人就是居家检疫的家人去住所谓的安心旅馆，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只是说安心旅馆这一块可能就没有补助的这个部分。那另外有关就是我们做有关接触者的一个匡列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匡列到接触者的家人了哈。这块我们一直刚刚有说过，其实只要你有确实的做到刚刚讲的这个居家检疫的这些措施的话，那真的会就感染几率并不是那么高。以上。好，有关于您提问的嗅味觉的丧失或者是异常以及腹泻的个案，这个新的个案，我想各位都有看到提供给各位资料哈。那我们暂时没有继续去一直累积下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们最近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在追溯前面的个案哈，前面的个案也许有些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有没有嗅味觉的状况，那陆续在解隔离当中，这些个案我们都继续的在追问他们前面是有没有漏掉提到他们有嗅味觉的异常或者是腹泻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最近比较往前在看更早有没有漏掉这些被侦测的被提到有这些症状的个案的哈。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再补进来，所以这样的数字才会更精准一点哈。那第二个，我们最近当然也比较持续希望早一点知道，已经有不少个案有使用到奎宁类的药物哈，那就是我们的临床处置的指引上面建议的哈，所以我们急着想知道用了这些药物，病人以后的状况怎么样哈，所以希望早一点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可以提供给临床医疗上面，或是给经由各位给民众更清楚的一些知识。年代电视提问，想请教刚刚关于那个按3654岁男童的部分，就是师生有出现症状的9位，6采阴，那其他3人的症状，目前有症状吗？还是说检验结果？主要就是就是在幼儿园的这一块，其实每天都有进展。那目前是有12人有症状哦。那其中包括7个学童已经检验阴性了，那另外还有2个学童在检验当中，那还有3位的老师都阴性，所以这加起来是12位。想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位这个在公家体系上班的员工，他说他自己跟同事连假期间都没有去过这个11个国家旅游景点的警报点，然后只去过就是知名的100人大卖场，然后就被要求要隔离上班，他在另外一间会议室办公。那请问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合理？未来是不是100人以上的卖场也会列入后续类似室内娱乐场所没有所谓这个安全社交距离的考虑？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要求。这样讲，那有些公司像有些办公场所，就像好像这个行政院现在也开始做一些视讯，那我们部里面也开始有一些分楼层的规划跟异地的规划。好，这要看每个单位里面，在我们的要求是基本的，但没有损害他工作权，没有损害他相本的一个其他的权利，我们都不反对。好，长官好，3例提问。那个按322这个大学，他们现在已经有2例确诊了，然后目前这个案的它的疫调状况怎么样？然后另外是昨天的那个本土个案按379。他目前的疫调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昨天有提到说他的疫调其实有困难，那困难的地方在哪里？谢谢。我们刚才讲那个学校，它现在已经全部都是4月6号起到4月17号，都是做视讯的教学。
所以就应该是在这里面说，本来已经有传染到的，就我们好好的在疫调去厘清，那问题应该会减到最低。那379这案子，我们昨天讲就是说，那在做相关的疫调不容易，不过我们透过我们相关的一些资讯网，来把资料也查得很清楚，那逐一的就这些在这个足迹上面，我们逐一的去匡列去查询。部长好 ，TVBS 提问，那个北市的酒店女公关确诊啊，刚刚有说不会特别去证实啦，可是因为这间酒店它也已经停业了，那我们会因为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发细胞简讯提醒民众吗？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看起来像是以今天来讲，就是本土病例1例嘛，然后境外1例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以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态来讲，说现在是已经逐渐有趋缓？那我们想问说，那是目前我们所知的这个本土病例来讲，有没有区域重叠的部分？谢谢。在看区域重叠是重叠到多大？好，我们这边有公布，像说台北市到107例啦，新北多少例，所以那个到区域重叠到多大？好，如果是很小的范围，很小的范围都会在我们的疫调里面被呈现。好，那至于刚才讲到379案的，好，那目前来讲，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系统，那足迹是还蛮清楚的哈。那相关的匡列，那当我们下去匡列，如果有一些还是查不到的，我们也不排除来公布了哈。好，不好意思，部长，我跟你请教一下，我们连假过后这1、2天的这个采检量，其实都大概将近2000嘛，那我们这几天的这个个案数来讲，相对也是少的，像今天也只有1例本土，那这个迹象看起来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个好的迹象呢？那假设说我们采检量这么高，可是确诊的比例这么低，那其实现在目前第一线的采检人员的负担都很重啦，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做法？还是说其实民众可以不用这么的恐慌呢？也真的不需要这么恐慌了哈。那不过小心是对的啦，哈。那这几天的采检量高，可是还是在我们可以负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是在这一波里面也好好查一查，过滤一下。那也许有一些大家长期的一些疑问，哈，透过这一次，哈，也许能够给大家一些解答。那案例在这里面对于整体而言，境外移入随着人数跟我们整个的管制的措施，那我相信那个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本土的，我们持续要观察。部长好，自由时报。我帮血液基金会问一个问题哈，他们说他们最近有很多的那个捐血者希望就是说捐血，可是他们有发现说意大利他们捐血者很多人其实都是无症状感染，然后血液里面其实有病毒这样子，那导致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捐血，然后也怕受血的人也会怕，就是血液里面可能会有这个病毒，然后像他们现在今天4个血型的血其实都是偏低，要不就急缺，然后总计来说都急缺，大概库存量不到4天。那想问一下，就是说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血液的检验都是由根据卫福部的那个标准，那想问一下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了解检测说现在这个血液里面到底有没有病毒，然后如何可以说服民众继续捐血这样子？谢谢。目前就是血液基金会针对只要你有从国外回来的旅游史的话，那都是禁止捐血28天，就是说要你暂缓捐血28天啦。那所以应该是说这么说的话，即使里面真的有感染或无症状感染的话，那至少28天之内，你再捐血都不会有问题。所以其实很早以前，这个血液基金会，在我们宣告说只要这个旅游疫情仅是2级的国家，那从这个2级以上的国家回来，就一直都是暂缓捐血28天。所以也请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同胞的，就是知道说，其实这个捐血或者受血其实都是非常的安全的。以上。
当然，因为有这样的28规定，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比较低的时候，那这时间过了应该恢复了正常。那因为有这样，所以我们对学业品质，其实学业基金会本身也是非常的注意的。ETtoday 提问，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一位金巴黎的台商，对，想问一下，就是他那个裁剪10阴10阳的原因是什么？是与自身的疾病有关吗？还是他有一些癌症或是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他就是目前是10阴10阳是2次阴性有1次阳性吗？还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就是张教授帮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口罩的部分，因为我们有接获民众反映说，就是有一些妈妈他们买不到的小朋友的口罩，就是幼童的口罩会买不到，然后他们希望说能在口罩地图上面能加注说哪边有贩卖幼童的口罩，想问一下我们目前幼童口罩的库存状况，谢谢。好，有关于这个个案，它基本上它并没有什么免疫疾病免疫不全，或是有其他的癌症疾病等等。那不过，这个所谓的10阴10阳，它确实曾经2次阴性过，然后又在检验又再变成阳性。那阳性几天以后可能又变成阴性，然后阴性以后又变成阳性这样的状态。最近的几次检验也都是维持非常弱的阳性的，整体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对，其实第一个那个儿童、幼童的口罩一定够了我们生产量是146万片，那我们现在配出了大概一天配出132片，那平均在药局里面几乎都剩下1/3以上，那所以它量是一定够那为什么大家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它这里面又分了几个型号，有幼的啦、中幼的大中小，大概有4种形态。今天早上 FDA 也在跟我讲，就是说怎么样来标示那样的一个形态，因为大家买的时候，一下觉得脸太大，一下也觉得脸太小，大家去买的时候也很不好意思说现场在那边拆封试戴看看，那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会研议让它这样的一个大家能够比较方便的买到他要的。那现在我们在口罩地图也只有标那个什么那个大人跟小孩。那事实上在里面再进一步标，我可以跟唐峰那边或健保署那边再来研议看看。因为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们在分的时候，在邮局在分的时候，并没有让每一个都等量适量这样分，就大人就多少人份那没问题。那小孩子这个就有一些人就会拿到，譬如说是那种各种不同的。那个我们没有去分，我们只有用儿童的就是小孩的这样子而已。那我想进一步的现在来讲，大家更需要有这些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来想办法来解决，让那型号能够更清楚的标示，让家长要买的时候能够买到更他符合他需要的。那现在大部分我知道，大部分是大家买到了以后互相在换家里有小孩比较大，大家互换。但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是不是能够做得更精确一点。焦点事件，想要问今天确诊的380案就是说他3月30日起开始居家隔离，然后没有症状，然后在4月6号进行采检。为什么会在4月6号进行采检？就是说他如果没有症状的话，这个采检的原因是什么？是疫调的采检策略有改变吗？还是跟连假有关？那另外322案在3月31号的新闻稿写的接触者只有13人。那今天纳入380变成群聚以后，目前掌控接触者变成448人，不知道说这个调整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以上。有关他这个其实，因为他们是室友啦，就是当作是家庭的密切接触者这样的来看待所以所以我们是把他的室友所有的另外3位的室友都做采检所以一样就是属于家庭密切的接触者，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至于说我们这个疫调向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匡列的人数是比较少，但是会匡列当然会越来越多。那随着这个疫调的一个进展那目前我们刚是说448位嘛是，
应该说很多都是，比如说他的各个参加各堂的师生啦，那这个我们大概都会去匡列，只是说在要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部分，居家隔离后采检的部分，其实变异是并不大了。那目前有关采检的部分，这2位加起来是有24位啊，那其中已经有20位是阴性，还有3位在检验当中。那目前有居家隔离的是有21位，好，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变化还不是太大，只是说在很多的接触者的部分，我会都尽量宽列，但是都会做比如说自主健康管理，或是说有卫生单位去做一个关怀啊。以上。放言请教，有看到部长用全英文向世卫喊话。那请问部长是怎么让自己英文好？是闲暇的时候常常练习吗？那第二是说，部长现在俨然变成小学生的好朋友，有没有想要勉励小朋友的关于国际化为台湾发声的部分？谢谢。我英文事实上是不好了，那很努力的练，那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学生，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小朋友写很多信，这给我了，我自己也很感动哈。那也发觉真的小朋友跟我小的时候，毕竟也差了1甲子以上了哈。他们现在程度已经比以前我们那时候这样的一个教育比较僵化的教育里面成长，看着他们里面写的言语的独立的思考啦，然后对社会的看法，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进步。当然也鼓励小朋友，对不对？那多读书，多关心一下时事，那为未来在社会会更有用处。想请教一下，因为就是这几天有基层诊所说想要订购青氯喹宁，然后但昨天食药署也有说就是就是没有限制，但基层诊所这边是说他们订购青氯喹宁并非想要囤购，是因为就是轻症患者可投入青氯喹宁药物可能会有一些疗效，那希望能够比照口罩模式纳入就是防疫物资中的防疫药物。那昨天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也抛出所谓的制药国家队，那会陆续生产约1500万颗的喹宁，那是否会将喹宁纳入第一线的防疫药物呢？谢谢。这个没有，现在这个喹宁它平常就有一些相关的用途，那我们要让这些药物在被我们纳入防疫物资之后，那可能就有一些基本的供应要让它维持，而不会让我们的确诊者拿一个专诊单到药局去拿这个相关的药物了，这是2件事情。那些确诊者都会在我们的医院里面受治疗，所以那个药物是管制的。那对于在药局要拿到那个药物，是要因应我们平常在类风湿啊很多的相关以前长期在服药的那个的供应，我们不会让它缺。好。诊所也不会有诊所那个病人在那边开药，直接有那会转诊到医院我们相关的隔离的病室或负压隔离病房里面的治疗。好，我们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现最后3位？是379，因为379它其实是在一般的诊所或者是急诊，其实我们很常见到的一些患者，因为他当初只是好像是轻微发烧，然后流鼻水而已。那我们当初是如何会去怀疑，然后进行检查？因为他好像是就医第1天，我们就已经帮他们已经通报送验。那他是如何去符合所谓的临床高度怀疑的条件呢？以上，谢谢。有关379的部分，有再去询问这个医院啦，因为他是说，因为他刚好在2月初有去柬埔寨这边旅游所以有一个旅游史，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虽然有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但还是把它做采检应该是说属于医师比较
警觉性比较高，那把它当作是有国外旅游史的，虽然这个期限是比较远一点，对。那请问我们现在是因为他大概是在2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出发回来，我们现在会建议说可能有旅游史，他的感染源不一定是因为国外旅游史，我告诉你，只是因为这个医师怀疑他是跟那个国外旅游，所以加强去筛检，但他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国外旅游史而感染，那当然是可以再研究啦。那另外因为时间是有点长哦，再加上他到底怎么感染的，可能我们也还在查，那可能要从他的这个工作的形态来查哦，那这个是刚在查的一个阶段哦。那至于说322就是这个学生的部分，那他的可能感染来源目前也还在查当中，是没有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感染源啊，会继续再查下去，谢谢。那酒店公关我们研判他是如何遭到感染的，这个目前有一些可以提供的讯息吗？谢谢。刚刚有说过，就是当然是可能跟他的工作的一个形态有关系啦。那所以刚才才开始在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啊，所以会先从他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接触者，在他发病前啊，现在发病发病日是在4月3号左右啊，会在他发病前这边再去厘清啊，谢谢。补充一下，扩大筛检里面就包括有发烧、呼吸道症状，就医师觉得想要去送验，就可以去筛检送验了。所以我们现在一天的1800、1700、1600的这个扩大社区监测筛检当中，有肺炎的不到10%，其他大部分都是没有肺炎的，就去扩大筛检了。不好意思，中天想请教一下，就是昨天有讲到说这个案379，就是现在疑似是酒店公关的这个患者，他昨天有说到说，是没有工作，然后生活单纯，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的时候是没有掌握到吗？还是这个是新的疫调的情形？然后新的疫调有在掌握到说，就是他有大概现在匡列了多少的接触者吗？谢谢。好，昨天那时候跟大家来报告的时候，就是他是这样子讲。那可是我们的疫调人员觉得就是说不太相信这样的一个讲法，所以我们才会展开这样的一个有关资讯通联整个的一个足迹的搜索，来发觉就是说确有难言之隐了那所以但是我们进一步现在都已经可以掌握很清楚，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调查。不好意思，客家电视提问，就是关于国内快筛试剂研发是蛮成功的，那有说就是怎么样的协助他们上市嘛？那另外就是昨天科技部还快筛，它预计5月的话能取得欧盟的认证，那如果到时候认证成功的话，台湾有办法直接就是上市吗？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目前酒店跟舞厅都宣布强制停止营业，那有什么样的法源依据？那如果业者不配合会开罚吗？可以开罚多少？谢谢。酒店跟这个舞厅当然是整个防疫措施的必要，所以这个是防疫措施的一部分，所以它当然要配合整个防疫措施的需要来做停业。那因为它没有停业的话，因为本来这个相关的原来管理的这个相关的规则跟规定里面都会有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在地方政府市设的这个权力机关有很多包括经发局、公务局、都发局，跟这个卫生局都会市设到它的管理机关，所以也都有相关的法源可以来做处理。有关于快筛试剂的部分，我们国内当然有好多业者，那包括我们的学研单位，不管中研院、国卫院等等，都有很努力的在去做研发跟开发当中嘛。那这些基本上在我们的食药署他们要在台湾上市的话，就当然是要经过食药署的一个审核通过嘛。那审核通过当然就会可以上市。那食药署当然也是在指挥中心的指示之下，也会
会尽快或是尽最大的帮忙给我们国内的这些研发团队或者是业者，是可以经过核可以后就尽快让它上市。那上市以后，怎么样在我们的临床端或者是防疫端来做应用，那就是要看这些快筛试剂它本身是侦测抗原还是侦测抗体的部分，那而且它的敏感性、专一性到底有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会决定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些快筛试剂来帮忙我们的检测或者是防疫的工作。部长好，寰宇新闻提问，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说要禁止酒店跟舞厅停止营业，那这部分会罚多少钱吗？或是有怎么样的处罚措施？那像是如果有确诊者要隐匿疫调的行踪的话，那该怎么办？谢谢。刚刚我有提到哈，酒店舞厅的部分试设的这个地方政府的管理机关很多哈，那也有不同的可以使用的这个条文跟内容，其实可以使用的范围还蛮多的啦哈。这一例是不是隐匿疫调？还在调查啦。那据我们了解，也不是这样子啦哈。那主要大概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也不方便在这边说明啊，谢谢。谢谢指挥官。经受官提问有2个问题，一个想请教张教授，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南部那个台商现在还是在观察中，时阴时阳。那请问他的治疗方式有跟其他的确诊病患有所不同吗？那就是说他目前还是住在负压隔离病房内嘛？那就是说，如果他这样子其实一直阳性又阴性的状况，是否他其实他的心情上是否会受影响？我们有特别针对他的治疗的时候有一些，例如说就是让他至少压力没这么大，然后之类的。第2点想请教，就是有关于今天有提到说酒店跟舞厅要求停止营业。刚刚有提到说夜店跟酒吧要观察，那酒店跟舞厅跟夜店跟酒吧它之间的风险差异是什么？其实他们在这个室内里面的很多的他的行为其实很类似。那为什么是先酒店跟舞厅？是因为昨天我们疫调针对酒店这个部分，所以才先做嘛？那请问夜店跟酒吧，你们所谓的观察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去做继续的那个所谓的监控？谢谢。在这个阶段，我们先进行。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哈，就是在3月19那一波这个大量返国潮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请地方政府规劝这些业者可以自行来做休业。那我们观察下来，其实这个近距离的接触还是没有办法做好社交距离。那我们先从这个酒店跟舞厅开始，那夜店跟pub 跟酒吧的这一块，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们一定要落实这个社交距离的部分。那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我们也会考虑这个接下来再逐步的去做公布新的措施。好，有关于南部那个个案的状况，基本上他目前当然还是在负压隔离病房当中，那也确实尝试过一些除了支持性疗法以外，也是确实尝试过一些这些奎宁类的药物是治疗那这个他在负压隔离时间比较长久，那难免当然心情会有一些影响哈，那这个我有跟他的主治医师有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有关于太多病人的隐私的部分就不方便在这边说明了。好，这两位了啊，第2位。
ET询问哈，指挥官，我想请教一下说，就是我们早上啊有了解到240家的药局，他们因为药师的个人因素，例如说他是1人药局，或是年纪比较长，或是怀孕等关系，他们没有办法长期配合口罩的贩售，所以有提出想要停止贩售实名制口罩的要求。不知道指挥官这边有没有收到消息了？那您怎么看？谢谢。其实慢慢的哈，当然我们会看看当地区有没有可以取代的，或者他有什么样困难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可以来协助他。好，那如果确实没有办法做，而且也困难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也不会强迫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现在也是有口罩的2.0嘛哈，那所以在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尽量2.0。那如果那地方没有，我们可以请这卫生局哈再加大力度来帮忙地区的人。长官好，这边中时不问。今天有看到是我们有80人解除隔离，就是有比昨天是多了蛮多的。那想问一下说，这13人是我们目前解隔离人数单日最多的一次吗？那这13人当中，都是轻症还是重症？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那我们在做解隔离这边，会不会因为疫情变得严峻，那个标准来放低这样子？往今天解隔离人最多嘛哈，那标准上那个我们张教授来说。好，我们的解隔离的标准还是一致的啦，就是还是要连续有3天的3套检验PCR 检验阴性，那再加上临床状况确实是有清楚的改善哈，那这些就我参与到的部分，基本上有比较一些肺炎的个案，也有轻症的个案哈。那最近当然不同区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完全的跟大家很清楚说明。那不过基本上解隔离的标准并没有放松，还是一样的标准。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